咱台湾徛伫咧东亚祖线航道顶悬，自古以来港口就是台湾甲国际接接的大门。档案管理局也伫行政院新增联合办公大楼举办基隆港、高雄港的文物展览，也互咱的民众会当看尽港口的百年历史。 大船入港，船内声响起。这个时阵，领港的船就爱驶外来，爬去大船顶，引导船安全驶入港内。这里有引水人正要登船，那他们形容他们在靠近船的时候叫做碰碰船。 用影相甲互动式的展览，互参观的民众了解领港这道的辛苦加专业。互动式的呢，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AR 的哦，那当然也有一个 VR 哦。那 VR 的话呢，就是介绍这个引水人啊怎么样去从事他的相关的一个工作，在这个AR 的这一方面呢，也是可以看到那个引水人呢怎么样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呢登船呢。这边的香港档案展览，除了码头的报关进出、港口检疫等等，也有基隆港加高雄港自清朝开港通商以来，码头的扩建、战争的毁害、转型才发展历史。咱对1919年这相片，咱辛苦，咱的开发，咱迄个经济的发展，拢会使对这看到。在互动上面都做的蛮多的，然后加上。有一些像那个小朋友的积木，我觉得它就是不是说只有研究者或是大人才适合来看这个展，就算是小朋友，他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参观展览，然后得到一些有趣的东西。台湾四面环海，港口是台湾甲世界连接的重要门户。主办单位展出头摆公开的国家级港口计划图、100年来的相片记录以及航运等等的相关知识，希望伫海岛生活民众对港口有更加深入的认识。伫行政院新增联合办公大楼，对现主时开始，等到明年5月底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，新北市报道。